今日第8礼拜我讲一个12个应验，因为咱有牛市，有一个三项的行动，信靠伊的行动，有了因果力。若是无牛市，咱所做的物件，骹手所讲，嘴所讲，心所想，无因果力，就是因为这个牛市害死咱有这个因果力，咱渐渐生老病死就袂走。因为正是咱有这个牛市，咱正是咱有做这个行动，三个行动。今日咱有这个上句甲这个心，今日咱出世做人。人的上句甲人的心对峙，因为正是咱有这个行，这个行是叫做因果力。咱三项的这个行动，信靠伊的行动，是正做出来有这个因果力，有这个因果力了，带咱来出世。咱今日来出世，谈到一个人的上句甲人的心，那是这个。照算啊！第一要紧，咱得明白讲啊。下句我前几日有讲，咱咧头壳一个孟加利的德本，咱咧就包咧头壳，或者包啲就烧咧咱的头壳。实在是讲安尼，咱今日因为牛市有条伫这边的心的位，咱生老病死袂脱离这个生老病死。所以第一要紧，咱坎咩就要吐死病来克服这个牛市。这牛市若是无，咱做的物件无这个因果力，了咱唔使生老病死。意思是讲，咱脱离这个苦海，唔使来过来生老病死。特别要克服这个牛市，唔是讲安尼用，安尼虾米事？这个牛市调甲咱的是几百千 million 年，按几百千 million 大劫，唔通讲年啦，大劫。所以真正坎坷迄个，按这个不得讲真正明，个一条路呢，咱会脱离这个生老病死，就是三沙啦苦海，这就是讲对紧这个八正道 Noble Eightfold Path。古一日我不能讲八正道安怎样。若是讲影咱对甲这个八正道交约，逐项当这8项交约，一日咱的牛市无，咱的牛市无，咱的贪无，咱的贪无，咱无这个因果力，就无这因果力，死了无来出世，意思是讲死了得着立团。落来我要讲，因为这个牛市正是。有这个牛市，了有这个行，即是咱来出世，初是这个出世的精神浮起来头先 ，starting a new life， 把第三日一打就是讲，正是想到我替我家己，今日是我攞出世伫这边世间，是一个长人大波。头一过伊出世的是65年前，伊头一刀伊出世，这个大啲嘅卖波多，伊精神嗰啲是叫不知三里之大，就是讲出世嘅精神。这个出世嘅精神对跌到落来，因为较早就是有一个人死，咁平有个人死，这个人把佢才出世，今日。是我攞来出世，即是65年前伊来出世，因为66年前嘅时有一个人死，成讲一个叫做吉利亚名做南乜啥物，伊死了，最后尾到，佢咧就是叫做出之之大，死了嘅精神，死了嘅精神了，噗来出世嗰一个即同人骂嘅不多。投胎头一点的精神，就是叫做来出世的精神，叫做不知三日之大。咱来明白，一个人这边来是对开，随无天台，一个时间稳，噗，伊随出世。这边有真正侪有的人捌讲，哦，无安尼用，一个死了天台7日，伊才去出世。有的册，同人册讲，天台49日了才出世。
特别这个论状经今日一切在讲啊，这边水断开，这边水出世，and 这个啊就是讲，伊是虾米事啊？未停开，未停，and 虾米事？这个是力来，因果力来。你看这因果力啊，今日你倒一个瓦尔，倒一个烟线，然后你倒电落去，你看这个电啊，有烟线啊，噗一来了，你未使讲啊，电会落落，搞个半钟就 stop 啦，未使 stop。and 这个是 energy 啊，今日科学讲未 stop 的。伊未失，未讲无去的，伊 always 渐渐有一个 energy 力，所以咱要明白这个，事啊攞来出事，因为别人死，但咱在攞来想，有当时咱会大部生建设死，咱真正坐在为人的好，啊，你安怎你会去帮助我人啊？你看啦，你家己去，你去请我人艰苦。特别你要想看，伊啲建设啲头尾啲大啲世间，伊啲大受苦，伊迄个即个上久啊，上到一只蛇，老了伊迄个会壳，迄个会壳了，伊去摊到新的壳，真正水了。了路人做囝儿，唔爱互伊迄个即个壳，即个建设啲弹啲疼。了路摊啊讲，阿爸我唔通去啦，大到我人姑姑，伊大啲姑姑啊，伊去疼，伊摊啊迄个即个上久，伊去出事。看到这个新的上古无建设了，你特别应该欢喜。阿爸我去，看要出事，看要出事，特别真正侪人玩的好啊。阿爸我你看要去啦，你看要去，人讲隔壁村边讲，哎呀，你看这囝叫阿爸爸看要去，无不好干咧。到头边这边的人讲，特别好，你无好袂使。阿爸我唔通去啦，你去生我人大到我人姑姑，特别你无想阿爸啲受苦啲这个建设，咱咪知。迄像啊一只蛇，迄个一个楼壳啦，这楼壳有病。俺真正些人无明白，上古是我，安怎上古是我？那你去了的时，你上古无牙去，你放迄个的上古了，你去了。所以这边咱要明白，上古本唔是我。忽一看到觉悟了，成不大了的时，一看到啥物？这个死了的情绪就伫即搭扑花，这边花伫这个老的上古扑，向边出事别的上古，无人会看到，因为红光本看袂到，不但因为有这个行动力叫做沙巴纽达亚呐，伊会看到这边花向边倒，按这边就倒了，扑一直行，所以1 million times 到10呐，真正咩？像不大讲啊，你用手弹得安尼样，随100,000米连到了，这个吉他，这个精神突一直行，所以咱要明白，在不大讲啊，就是因为这个人死伫这边，上边一随出事，拢总对吉他落来，他们物件做一跳过这个所在，你看，像讲咱们啥物大啲印度死，噗。来出事啲马来亚，他们是来出事啲马来亚，就带伊去，因果带伊去，因果唔使讲坐飞机来，也唔是讲行动力飞来，这边花，向边走，伊是 automatic， 所以安尼要想在武大才讲，萨贝萨达伽玛尤尼，人的众生，原因对这个发起来，原因对因果。但是有因果就要出事，无因果唔使出事。所以真正济人有当时啊，济先济甲谈摆谈入觉悟，死过落下了，这边就断开，未过去出事别位了，因为因果力无了。所以咱这边想出事了后，一谈到伊个精神，头一点的精神是叫讲，把第三日知道出事的精神，过了后一直直。伊精神佫直直行，行到尾来伊来出事来开目睭，出来伊嘛会不懂，有两款的精神，一款的精神啊，像囡仔屁一直困的点声，这个是叫做潜意识的卖，不大讲，巴旺加斯的，伊唔知，你人伫困的点声，精神困的点声，渐唔知半项，即唔知半项，就是讲。巴旺加说，咱常人话会使讲潜意识的卖，唔知半项。
tapi 唔知半项，伊不如地目，伊若是无地目，无这个精神。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without aramana, without an object. 咁就要一知一项物件，马路才有心。所以特别这个潜意识的mind呢，一知一项物件，特别你咪讲，你知虾米？你家己唔知，特别心家己知。这潜意识的mind，伊的阿拉玛那是伊的这个地目是虾米物件？最后尾到前遐久做那么啥物，伊要断开的点声，伊去想着虾米？伊想着虾米？忽略啦是伊的地目。今日来出事做事完咯，搭过一困的点声，忽略叫做潜意识的mind。伊的地目就是讲，那么啥物要断开的点声去想虾米物件？忽略物件是做伊地目。所以人明白伫这边 dying thought movement 就是讲 the object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落来我要讲啊，人要断开的点声，真正对象。咱做囝儿，咱要顾咱的爸母，咱娘来讲，我惜我爸，我惜我妈。但是你若是要惜你爸你妈，你要希望讲，哎呦，好我爸好我妈去好的所在。所以这个物件若是知安尼样，咱的责任就要斗骹手，互伊人去好的所在。但是真正一个人无明白，是怎做？instead要斗骹手，应该要斗骹手，伊人。所做的物件是要说到害伊去无好的所在。这个我贴来讲淡薄，真正一个人啊，阿爸嘛伫穿了的时，伫下餐的时，较济爱讲啥物？阿爸我唔通去啦，阿爸你若是去我歹命啦，咱若是无真正是会讲，老林我大龙啦，大到我姑姑。伊就未大甲你拄久，安尼虾米事伊因果力了，伊要来出事做人的因果力了，伊要去出事别位，你要叫大龙，就要大龙。天讲未大龙，虾米人讲阮未大龙，伊因果你了，伊油无人添油了，掂了，搞到你油要了，伊要出事别位了，别个因果要来了，所以你要看。应该咱做囝儿就要斗骹手，特别正我通贴来讲人听，一个人就要断开的点声，安怎变会人不好？在我伊个上古真正永恒，心真正在，特别搞到要断开的点声，上古直直无力，上古无力了不要紧，心本无力。你看，伊即要断开了，一串下餐，手放落去了，袂震动了。啊，包尾那我摕滚水互你食了，手本袂夹起来，心在，手袂夹起来，安尼下面叫 physical strength 直直无了。啊，这个 physical strength 无了，根本贴来讲，对倒落来，安尼咱的这个肉，这个活的肉甲死的肉无相。上古也未死啊！这个肉，伊欠用四项，伊欠用因果力、精神、尿汁甲风火水土，这个是叫做活的肉，伊要欠用这个四项。Living matter， 我讲阿毛啊 ，Living matter requires these four things: Pascama。Consciousness, food, nutriment, and heat， 风火水土这四项。所以我若是死落去了，断开了，这个上古无欠用四项，伊有一项的呐，风火水土。所以一个死的上古甲活的上古穿插伫这边。所以今日一个人要断开的点声，上古直直无力，因为虾米事？伽马吉打伽马的这个因果的这个物质直直无了，尿下的直直无了，精神直直无了，剩这个风火水土呢，所以上古直直无力，心本直直无力，而这心直直无力的时，就是上讲啊，时间之行。咚，了要断开了，咚，伊无 stop， 伊若是 stop， 上个入团了呢，
伊未 stop 安尼虾米事？咱的前一次的心真正济功德，有时咱做在我的时做，有的人做好，有的人做恶，这个真正济大啲什么叫做 reserve energy， 收起来的前一次的这个心，一项补起来，虾米一项补起来，较济是讲你关系伫做的物件，关系伫做虾米？有的人关系。我在一个福建的再来，伊讲一个人啊，管事伫态度，达这个态度，特别这个人啊，伊要断开的点声，伊的态度，伊想甲伊安怎态度，伊态度无像甲人，伊安怎做？摇咧拄入咧拄人了，牙叉直接拍咧拄拍甲非常久整，整了后，伊摕滚水热开咧拄的喙，倒咧滚水热落。可以都放西放肉出来，等下倒清气，然后滚水就淋落去，上讲一白蒸拍个蒸了，上熬青了，滚水淋落去，上讲看色看无色，安尼看的卖讲另外好食，特别咱来相看，安尼看的人真正恶毒无，拍到咧拄细只拄拍到比大只拄，所以。我滚水我无做好事，就淋落去，晒肉出来，所以伊要断开的点声，伊安怎样？武大讲啊，三项扶起来，头一项因果，你人会记无？顶2礼拜我有讲啊，一个12点的恶行，12点的恶行叫做12点的三卡啦行，伊安怎态度？伊一个automatic啥 TV 出来可以看，先看咗。伊老早滚水熄袂，伊将滚水熄袂啊！你我查得落，我咧边边的查，大支的查啊！伊伫做，伊看到伊拍咧拄，拍，这个物件来就普这是叫做kar嘛。头一项人要断开点声三项出现，头一项是看到伊因果karma，伊看到伊安怎态度，噗就安尼样，地击无间地击去了，所以I say真正一个人讲。我听苏万老讲，对要断开的点声，真正要紧，唔通去想着恶面。袂啊，袂 control， 安尼虾米事啊？心无力，啥事情独特，要断开了。特别这个因果家己悟起来的，所以唔是路的世界，因果的世界。逐个我哋讲因果的世界，睇真正济讲袂要紧啊！我睇人免做好，要死的时想，甲讲我拜佛啦。在未死的时，唔捌拜佛，唔捌来布施，唔捌来受戒，唔捌提神。特别要死的时，我想甲我受戒啊！嗰啲 PVA 安怎受戒？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慢慢你受戒去念阿弥陀佛，对唔对 ？From your subconscious mind，或者潜意识 mind， 你关系啲做真正想嘅物件，来大日你啲见咧，爸母啲拍爸母啲骂爸母，拄咗讲是老岁啊，死啊咪死。是茶头话嘅未食未烹些咁安尼，安尼啲讲话咧讲话，大只乱了，要断开一点声笑个来啊！死落唔正呀，死也未死，活未活，我啲饲了米，特别路啲细细汉呢啲饲路无想啊咧，所以这个物件起来嘅时，炒完过去。就会到龙路拜天拜地，死了后叫回向一拜回向，全马来嘅回向来念经，好你看咩去天顶，慢啊无咧。啊，嗰一项这边人有人谈啊，有人讲不要紧啦，我对了10块了，guarantee天顶啊，guarantee天顶特别你落地嘅了，你介咧人到底来找咧人，头佬啊，你摕我10块啊，他妈还我无趁去天顶啊，你看咩还啦10块，你要还300块啊，来钱本就要算啊，无人到底来讨钱到底，所以人真正冤枉敢讲啊。对啊，10块会去天顶。昨晚我才去马间讲一条经，安怎去天顶？你付10块，你圣地本得落假，10块付了圣地本上啊贵，上啊贵了死了去得落做贵。啊，你付10块了圣地无会使，唔通讲10块呀，那是付了100块、1000块还是1万块，你圣地automatically家己无。
我教你人看咩好，看咩好，无你本去借你来吼，行到天顶，无贪无钱无痴，那是讲啊，一米两块会贪买2万啊，愈做愈买。特别这个买，你算想看10块了啊，你省这本上个贵，实在你去好这10块的时候，希望讲什么呀？哦，我要去天顶。到你买10块买去天顶啊，愚痴啊，妄想，你不得讲啊，爱刮贪钱痴，刮个无清无了，刮个搭一半了，你看去天顶，刮个了，你去立团。所以这个人讲，不要紧，好10块给人地去，这个就是愚痴。这个愚痴对对打落来，人贪心，或者人发明这个教，一贪。一人10块，1000人就借10,000块。全马来亚是去咗这物件，就是讲愚痴的事，人无明白，一对贪，一写一个路。你讲 shortcut 啦，to heaven 啦 ，shortcut to nibbana 啦，那是有 shortcut 啦，佛家己讲了。这个一发明的人对贪钱痴，对的人本对贪钱痴，你他们是对的人讲，嘿。这个情况，佛一家是2500几年，看那得落会用。旧年顶5、6年的衫裤我就未穿了啊，看那我得落会穿这个衫裤 ，old fashion 了。看那这个故事不得教是 old fashion 的教，看那是新的教，看那要对人的新的教，再去你帮人去天顶，这个就是，我这句会记，不得的家是实在 truth。Truth never change, and truth 实在无必变，有必变。你这个我人教的袂使互人知点，做恶才有必变。我若是要收一个查某，我做回想我收一个查某，我莫互你人知。这个做恶唔通互人知点，我行这个路，我互你人知，这个路不得讲，这个清晰，这个路无必变。这必必就是无清气，所以所有人明白这边我讲，这你虾米事我睇下也去这个物件，9点声你要断开的点声，这个卡嘛铺起来，唔是讲你会记讲我互10块，我互10块，譬如话做事你去晓得我互10块，假就去天顶，我互10，假就去天顶，这点的精神对得落来，对愚痴来，贪钱痴那是日晚哪会去天顶？所以咱想好好看，这要断开要甲出事做人都对，唔通有贪，唔通有钱，唔通有痴。希望讲我有10块了，我guarantee去天顶，这是愚痴。你不得讲阿咪会解啊咯，那个10个人为数的啊，个一条路，按照要人直直做直直清气，这条路就是这不得讲，多是受戒戒贤。甲要若是脱离世间，脱离这三沙拉苦海界限，甲想要去天顶受戒，你人受八戒，我恭喜你人，特别受开关顶的戒，唔通讲半受半佚佗，受开关顶。这个人讲10块guarantee，特别我教你人，若是你人若是受这个戒，唔通受甲八戒，5戒本9日100%天顶。若是讲你修完全啊，无去天顶，你人要找我是无啊，唔知。特别武大的话，武大讲的话，guarantee去天顶，武大的话一刀无失无定打，所以人爱头一项会记因果。第二项人要断开的点声，有时唔是因果出现互你看，你知我啲逐个做的物件。你用的物件一铺起来，互你看。像甲一个查某，伊若是日暝点点爱去暗，爱去拜佛，爱来去念经，爱来修戒。伊逐个去，伊无空手，伊定就买一包的花。有当时要断开的点声，伊无讲，伊因果出现，伊看到一包的花，这个花水，我要来去拜佛。这个是叫做伽玛尼米达。伊逐个所做的物件，伊看到是咩啊？买一个花，买一个花水，我要去拜佛。好了，真正好，这个是伽玛尼米达，伊调好。
那是讲啊，伊那是做老官，伊管事业咩，真正高，真正心真正坚，爱高也破病人，伊真正笑也破病人，伊看破病人上甲伊亲情无过，就看你老官有当时要对开点声一笑telephone 来了 ，nurse 讲，这个doctor， 这个人啊，伊 blood pressure 落安尼伊看着 telephone， 听着但nurse 去讲话甲我，伊看着老官厝，伊看着人哋问成这个人，这个破病人，那个破病人，这个是好的物件，你虾米说？dedicated 都要有工课，这个 dedicated 上面关心专心做一工课，无贪无钱无钱，100%是好的物件。上衰是出事人，较无衰较好过了天顶。所以这个是有的人一看到逐个来一段自己讲早起爱拜，来看到伊布达 image 佛像。所以要对开点声，看到佛像，是真正好了。有的人一看到送家西，伊知讲我送家西两三斗，当然你家己来一半的家西，伊看到一家西家西伊欢喜，这个就是要去好的所在。要若是唔好的，你昨晚顶两礼拜，或者讲你恶的顶两礼拜，伊看到青，伊看到刀。伊看到钓鱼出来 fishing rod， 钓鱼的咧，真正一人爱去钓鱼，死了就是我 fishing rod 得咯，我 fishing rod 得咯，你 fishing rod 得咯 ，and to say goodbye， 你要去落上面了了有的人饮酒，要对开这边去穿了，看到没？不难比行来行又难比，跳这边走下面，跳那边走这边，一堆不难比你看了。有的人来办麻将，来麻将，一số二數等三數冇，一數二數等三數，1萬2萬等3萬冇，8數9數7數冇來我哋慘了，這兩種對貪對錢對氣，有的人都話個姑姑條，都叫 habit 了就是講關係心啦，佢對佢嘅將聲即係撲起來啦，慘了，無叫聲未應，叫人未應，叫鬼我才是會應啊！那有人借錢，有人談價呢，幹嘛你咪打來？幹嘛你咪打啥物啊？伊看到這個十項土，伊看到火，伊看到風火巨土，伊唔是大拍的火。伊看伊咪咪打，佢咧就是講伊借錢，伊有人啦。有的人看到藍色、黃色、紅色、白色，伊看到空，伊看到光，即個10項就是講有人借錢談人啦。伊要去出事即世界錢，還是冇世界錢，我唔敢講。即個我買起手簽，因為我在邊咧借即個三馬塔錢，甲320人啦，較少會使講。我敢講無半人了了，這個是第2項，就是幹嘛你咪打？第3項愛出現互咱看，壓緊你咪打，你去到咯出現了咯，唔通講停台我去了，我唔知要去到咯，未對開嘅將聲知了，就知了嘅時愛看，若是要出事做人，伊看着看紅金。無就做啥過嚟彩燒，安尼一看有看見有蝦米，一看到蝦米，一看到伊唔媽仔污了，成家多紅灰見個了看，一看到3塊，做人就穿嘅3塊，落一桶加水，一桶真正水，伊要去出事做人，這是家己你咪打以後你看，世間啲用嘅物件一看，and then 有的出事啲天頂一看到，這金當當，這間厝也無漏。金的啦、酸的啦，這就叫 Deva Mansion。一看到，有的看到咩啊？連花殼，唔是死人嘅花殼就，你才擺紅光啊，係啲冇觀察，睇下人買這個花殼係啲，冇得garland，一看到garland了所以我要去係啲佛嘅位，這個就是講，一看到嘅物件，真正水嘅物件，咁了是啥講？對這個佛活政治用物件，有的看到花卉，唔是世間的花卉，天頂的花卉是真正 special。
Celestial Garden 伊看到，这个就是讲要去真正好的所在。然后恶呢看到火，地界嘅火起来，有一个 Brahmin， 伊看到火，讲互伊亲像个火 ，I see fire，I see fire。了伊人叫人教真正来咯，伊人渐渐烧火嘅，虾米物件系落火，虾米物件伊叫做 fire worshiping。and 叫物件。伊就看到火的时，讲的囝子，囝子讲 ，Very good, Daddy, you are going to Brahma world. You are going to Brahma world because 什么？火来，大比噗落地嘅，伊是看到地嘅嘅火。Keep Brahma。我嚟記，但我講你幾項，黃紅白火光。and 書法，紅灰水土已經看到，10項咁樣一看到，這個就叫 Nimitas for Brahma world。這正伊看到地嘅火，伊講是好，伊去。and 有個人看到野鳥嘅物件，有個看到咩啊？我係記一個，我看我逐個人死，我要去做教員嘅人，我大老群主正來咯，我日一本 exercise 我去了，阿伯愛放農乜解無？啊，伊人講咯。有一个我要看，伊要插乱要看伊囝，伊入停了啦！伊讲那，一来我袂记个名啦，讲阿狗啦，阿狗来啦，啊，阿狗啊，你囝，安怎你来路的面呢？安怎你安尼野鸟？伊倒一人，做你路上野鸟。伊看到虾米啊？伊看到毋是个囝了，伊看到骨头表面的物件来了，安怎乱咧野哟？袂认囝了，这是骂袂认囝了，就惨了。这就是 ugly looking being 是看到，还有个看到狗，这个狗毋是像咱这世间的狗，这里是野卡变，要食人的，要咬人的，这里是看到这个安尼火啦，野鸟啦。狗啦，也是这个山路大哥啦，这vultures要落地狱了。有个要出世做禽兽，看到啥物？看到山大巴肚大粒，跳来个跳去了，这个要出世做禽兽了。有个人也要对开个讲声，伊看。3公8金箔，3、5、4、8，死了50年、60年，有时你听伊讲话，你都无几长啊！你讲食啦，食茶啦，你食茶半暝2点，你嗰啲叫人食茶，阿爸你家人就是讲话3公来啊！哎呀，3公来惨啊！这个要来的是真正来咯，我前捌看到一个。啊，毋是讲袂捌看到，我先听到一个真正来咯。伊就安怎讲？头去的时，伊会知回向伊举手拜，了伊回向念经互伊，就念经回向对了。伊讲佚佗咧经我要听，伊还惊，爱听好好，听。到半暝要变，伊人讲变形了，就变形了。伊讲砍掉一个经我莫听了，莫听好，伊人砍了，伊叫伊囝讲开门互我。阿妈喂2点啊，半暝你要开啥物门？我叫你开，你若是无开，我要拆我3箍块。所以开门互伊，伊就。3公8金箔来了他们属于叫看见写个字，伊无爱听这个经，有这个经的单伊唔敢接，所以这个物件让上好看，写甲好的物未淡薄。你来看地个嘅，即阿咪这个百家瓦都啊一条经啊，是所讲甲了是这个无几嘅数。大概5鬼是头来只后尾面较济，憨5鬼来厝伫头前门，你啥物事？逐人头前门有真在大伯讲、拿督讲，
这个关公红面的大刀大大鸡，伊看了惊哦，哎哟，面红红手长长的大刀大大鸡，唔敢入，甲了大伫后尾咯。所以人一拜月尾，逐个人拜后叫后尾讲，实在虾米是后尾讲？白打乌龟，伊人虾米是大后尾？伊人头前门惊，因为伊人是蛇，或者是神，蛇甲神。油甲水袂沾薄，所以爱想，那这个三项因果的尼米达，也是叫做会现，也是这个甲的尼米达，要去出世达落会现，这三项逐个铺起来有时几点钟要死，伊铺起来；有时该半点钟要去，伊铺起来。有的人听。一礼拜伊看啥物件，看到一礼拜了，伊马路才要去。这边就是大妈我讲，咧人态度，一礼拜伊要落地嘅，你看，伊养上个拄安尼，三了四骹白，规间厝地有哪白有哪老烂，在你做上拄安尼，放西放就规涂骹，一礼拜，这个福建嘅再来有讲。This nimitta, the death sign, they can come 1 week before death. 未一礼拜死，这个三项出现互你看。但你真正济，我本身我逐个故事做了军出点声，我爱训练爱研究，所以有当时人要死，我就讲我逐个去做教员去看安怎样。So， 这个三项逐个要扶起来，对咱关系心做。第二项有当时最后尾到你做，因为这个人伊无虾米关系心的物件，伊逐项做简单呀，伊无讲定着一项就是做迄关系，做迄关系，伊无入个关系心。所以有人看逐个做今米到时，我人讲谢神日迄关系。我唔系讲把日你死的时，来生福恁家己扶起来。这个就是我讲，日谢神，都拢谢半点钟，如较有回声讲，路谢神有会骗我知，我无谢我有啦，谢要互我知。我意思是讲做迄关系，到咧点啥要断开你看，要把到家己碰起塌落，这个就是伊叫做 automatic 关系啦。安尼就是好了，唔使坐甲谈一个罗汉。这个都关系心嘛，你人看那是一个人谢神，这个关系心嘛。有一日人也是甲伊压落去受奖的时，人伫礼美伊的身体无起，伊看伊跑到，人大奖已经大，知了，这个人知，福建的知来讲，不但有以后一个心理，变弱了，唔使讲谈一个罗汉，变弱了，3只天啊！将个喷着水，死无去了，那有的人咧手拉三去山手，攞着鼎了，无。他就讲，哎呀，你手尾水安尼死山手，得咯，你看无着了，所以就是讲关系心，我当然即个如若是要断开点啥，可能来生佛灵，无贪无嗔无痴，你若是过入江过三啊里落去真正关在天顶了，人所以对大家日，安尼有的人袂晓谢神，念佛念，唔通这边念。阿弥陀佛，你今日做虾米菜阿弥陀佛，这个法师较假咯，阿弥陀佛，你睇几班？阿弥陀佛，哇，这查某水哦，阿弥陀佛。看过每老一枚，我逐个讲，你人念佛，看过每老一枚，虾米是叫做看过每老一枚？耳看掉，鼻孔看掉，目睭看掉，嘴看掉，下手看掉，关的心开咧每你看佛，安尼直直念，安尼就清晰。你人做安尼一年看，你人为人念佛。10年、20年，still 无半项。但你你看过每念老一枚，做了1年，你来找我看，无相款。
我咪讲上济，这个我是讲真是讲我12应言讲到我去啲8条路去了啊。第二项是最后尾到啊，这个人无管时事嘛，伊最后尾到伊做下面伊爱会记。所以伫这边啊，有个人用安尼个机会，一个人伊若是伫食辣了啊，伊人管时事无，了今日看要叫破摊，我阿嬷伫惨了，看要大人来念经，所以有时我人爱去念。伊念咧，一直听，一直听，伊一直啊，落这个经好听，这个是武大的声。你会记无？我讲你故事，你甲达布鲁人会记这条经哦，甲达布鲁甲达听武大的声啦，天顶。所以人唔使讲，这个武大的话，Ewang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banggawa iderenyo，都个去啊，天顶了。because 听伊在讲武大的话，无贪无钱无钱。所以你看，有个人食辣了会点声，伊叫为啥破摊嘞？我系骂食辣，你大人来念经，唔通去讲破摊嘞？我系骂食辣咯，你来刷看，伊行路还没行路，破摊唔敢去，你要叫我去念海死？我破摊去当，乜你叫我念海去？哇，我唔要紧啊！破摊我系怕被死啊！你讲念海好死啊！我諗未去，我諗你甲你講咪去。我特佢特去，我試路了，假路一咕嚕咪未行。哇！你講下慘，假路背了，我特別叫你講，你要學你阿爸快死，你特別領計會是無？個未，所以你看學會小姐看可，搞嘅人學堂咧，我阿爸食辣啦，你大人來念經啦，可以心情清，安尼搞，了來說來死啦。哎呀，破產唔敢去，你唔敢去啊！你做這個啊！你後尾說你心講念這個經咩可以咁樣去。In other words，你 encourage 伊較快死唔對咯。所以這邊人這第二項是不得講 anything done just now，這邊對開嘅點聲，伊所做嘅物件交啲嘅，所以伊看就會笑，伊日手安尼。就是第二項了，一看到，馬路我看到出家人，然後睇下我聽到經，睇下我想，這個經是武大本身講嘅話，然後若是個會記啊，這條經我知叫做吉祥經啊，這個三四項嘅精神是清氣嘅精神，噗，提出是好嘅所在，唔通去考，這個就考，有人考了。伊看到路人好，天時看到路人好，喊你是我無好，啊呀！我真正使用我無，今日我看好，我本即是色是蝦米來？錢，貪錢是入到錢了，慢哪會去好嘅所在？伊若是講對我驚我無真正好，將來一條經我來講上一個事聽無點聲通咧。有個人啊，要死了，點想甲某，一時來出事做抓，他等嗰個抓點要去動嘅某，你抓某你看到抓就驚了，將拉打了啊！你驚搞人，伊愛動嘅某，直接抓個搞，逐個白氣球頂了看嘅某煮菜，伊放落來動着伊了，啊啦伊真正爽。了某看到這抓點要經過我兩三刀點落，唔知是我紅咗牙刷拍嘅死。第二刀佢出事做咩啊？做牛點要接刀卡俾動嘅波啫，這個咩啊？做隆中嘅了是這個數，第三刀佢出事做狗，入埋點對嘅波行，你看這個物件未看破，所以這個要定開嘅點聲去想到嘅波條嘅伊，特別無好無做好，半夜俾上架啦，會是起有三項。半夜俾上架啦，半夜俾上架啦，安尼間俾上架啦，半夜俾上架啦有道德，你袂蝦米會賺？這個人伊道德無啊！伊所賺，伊要去當嘅寶，伊唔是做人去當嘅寶，做人當嘅寶，講到約會阿女大玲誒，我真正使用你啊！有咧做人，這抓當着伊蝦米啊？是個subconscious mind引當了賺蝦米好，無賺半項好。你這個是最真實嘅mind。咱第三項不得講啊 ，anything that has been recalled by others at the moment。這個斯里蘭卡真正出名，
斯里兰卡啊，有个好家人啊，伊人写一本册叫做《Family Diary》，《Family Diary》是啊人写虾米年1978年，阿爸落地27号学堂，然后上好个年，如果和老人经红包都开2000几块，then 虾米年我上家姐啲細路話，虾米年我人啲保士一個會上，แล้ว我可以一個會達月日我公司攞保士一個月日我可10塊，那6個月我可60塊，6個月這60塊我可攞盡6個月，伊一個上伊寫去，แล้ว人啲食力會點聲？伊人會驚字坐啲門床邊，阿爸我讀個代理互你聽，直直讀，一半行伊想，我做這個，哇！你這我做，伊心歡喜，驚噗起頂，所以這個是斯朗的人做。這邊有一條嘅故事啊，就是講這個大啲這個有一個王，這斯里蘭卡嘅王，伊名Dutu Ge Munu啊，是一個王，甲別個王相拍輸，就拍輸了，伊走入巴甲伊嘅這個將軍老人， and then 到遐邊嘅時候，這個王是真正好，了伊拍輸了，伊大啲巴會不到腰，來問講伊將軍有蝦米通食？講是木匠飯，安尼摕咧木匠飯來食。แล้ว講咱幾個人，將軍我甲一隻買3個，伊買本來好食，所以講啦，這木匠飯來配做做4盤。แล้ว伊將軍問講，咱是3人爾買，你甲我3人，咁就配做4盤。伊講我逐過，保死了我才食。我看一嘴在去食時也是非常貴，我保死了我才入來食。今日我失敗，我今日提輸，我係國係無了，貪婪唔要緊，我要保死。然你將軍跟交本了，他等於摕這個一盤嘅飯，伊見天講，一路來我逐過也未食，我保死頭先。今日我來大啲隻包，無半嘅回響，那是。桑卡有鈴聲，福建啊有鈴聲。今日我這盤飯無人來接，我希望今日打落一個出家人有行動力來摕我這盤飯，互我歡喜者。我啲失敗，我啲坎坷嘅點聲。這邊伊就念過一個會上，名 Venerable Pandita Tika Pindapatika，這個會上大啲幾人祈求，大啲包圍甲10幾。12千嘅美股，大啲斯里蘭卡基線，就聽到這個王啲討會上，伊家己行動啦，飛去接受這個物件。在接受這個物件，了未來這個王拍贏了，我真正大心起暗真正濟，像我人去斯里蘭卡去大，伊人帶去看，這個王去這個王去這個王去這個，所以真正濟伊去拍暗。了伊要死嘅點聲，伊人讀佢，你做蝦米？起暗開始睡眠，特別這個保士是無半項。and 講到這個保士啊，搞迄個一坎講，我啲失敗嘅點聲，我趁保士，and 這會上用行動來接受我保士。佢一點啊，一個讀到伊啊，伊歡喜心解，伊加尾會藏起來，噗一對開。到出天，都是到迄份第4年嘅前景，咱嘅福嘅馬在大，你真正天氣，有當時起暗開幾百千、幾百萬，本袂安尼快樂。一半時有當時，有人想講開濟鐳啊，我地這個我地迄個，特別一半時啊，你啲驚後爸母像阿媽阿爸啲老細了，叫老人病了，你啲油啲洗時。那是這個物件鋪起來，這個對佢嘅點聲，我啲多貪費洗乾費，我媽媽洗，我媽媽嘅貪費，天頂啊，無貪無錢無錢，對這道路這個發起來，對小大母，就對小對
积善心，对家孝心，这个三项是无贪无嗔无痴，100%是真正关。有时啊，有个人啊要对开个点声，伊来乱想了，这乱想啊，咱做囝儿，咱的责任要看。哎呀，我阿爸阿妈这乱讲话，这乱讲乱骂，我快起哄这讲这受，咱们知无好的所在，看咩要吹咯。这个就是讲啊，有效的囝儿。看要叫回声，但你唔通去只爱叫回声。有的阿爸阿妈，以前也无相信回声诶。你在我诶时，当当这礼卖回声，你看他死诶时，你要叫回声来讲，死啊！我在做死诶，你看回声，你哎呀，在做惨。这个就是讲啊，伊无 accept 出家人，所以安尼款诶物件，因为啲乱。上个我有讲啥一个，阿伯。伊要对开个点声，伊爬来爬去，真正乱。一路来，伊无相信回声，伊无相信福建，安尼爬来爬去。伊个家庭个人相信佛理，要再讲安怎做啊？要讲我来去念经去，嘿，伊看到回声，伊累咩哦？唔通哦，那是安尼未使去安怎做？所以讲。做完我都人教我安怎做，所以我教伊安怎做，讲好话。特别你安怎讲好话，但是去教伊了，你看伊啲车膊，你健康，望个手，我咯该讲好话，大玲，我要讲几句话互你听，伊车膊。就在讲要几句话，也无捌安尼做，一点去看也无，咱也无压咯。大玲，我要讲，40年我教人家路，我一点错误无，我真正欢喜，因为你个人是真正 good 的人。我要讲给你听，我真正撒样你。一笑，一打也无会笑，这个一心乱，你做个安尼边，一看一打也无会笑。你看那个在我好啊，我知你真正好的人，因为你无好，你会做以后就 I know I love you very much. You are a very nice man. 但是我来谈到你，我真正欢喜。啊，你一打一无加打，打零 OK。then 讲来听，我早起个谈啊无长益，我去长益好无？啊，过啦，头大妈已经未过啦，大妈就爬来爬去，谈会过啦。啊，跟去了，我家叫伊囝来，走啊来接个爸爸干啲嘅嘛个，唔使出去讲听讲咗，我讲出八戒。他顶来，在康家坡吃的白吃，他顶看每阿咩，一你要食水无？做伊做了好。then 食水的时，啲吃的时 ，Daddy,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Daddy. Yes,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Say, Daddy, you are a wonderful Daddy, but you 老了。囝捌學路，伊囝日 ，Daddy， 我人做落囝真正無歹命，真正好命。今日我去 university， 本是 Daddy 我在你考工。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Daddy. I love you very much. I say 越歡喜，這邊歡喜完了過來掂了，無跑來無放棄了，掂了，他等於去你看，是一聽，這裡是用阿莫話就講。Use your wisdom factor to change his mind. 像個查甫人有當時，查甫人到 office 教落個頭家了，對來真無值。你個接唔入未？嗰啲錢了未？好講咪好講。一隻病我啦，唔知好講無好講，一隻就合個碌啲好講落去啊！
这罐头武器，这是叫做无用 wisdom factor。如果要用 wisdom factor， 这天是真正快乐。Darling, you look very tired。我看你真正闲了，真 tired， 还没做咯。冇啦，咪讲嘅话，见无知唔通起哄。你让个起哄啊，你去帮会较济，就讲再讲咦，今日见无知，阿冇话讲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bed， 大，都以前有晒人嘅走啊，叫佢走啊，佢阿 daddy 要食冷也是做爱的。你睇嘅情况，阿我看见报道，一小嘅走啊来 ，daddy， 你食冷也是做爱，我睇冰上咯，我食冷嘅，亦唔咁啊，叫 office 啲嚟，開面邊，你看都會變了。他無了，無定地了，他定了碌變開變，真係水也不行了。安尼 stage by stage 去改，唔通講你唔得冇，如果啲機會，所以這個就叫用 wisdom factor 嚟讓咱嘅家庭平安快樂。所以這邊我講淡薄，真正濟我看到我啲做工我看，我啲做流浪經嘅時我最後我啲40年我啲做工。有年半我啲過隻福利部流浪經，我看有是流浪3，人叫歐風，這歐風啊，伊也未嗰個3日要死嘅時，伊食晒，啉拿一手拿了倒啲歐，了伊啉食晒，這個是啥物啊？你咪打出事食晒嘅，我看到個不要緊，有一個我帶啲古林老棍厝，一個人直直抽也冇管抽甲流血，又唔會講。阿伯，还没输，抽掉，这个我不讲人家，一看到7年，抽掉，就是慢无，7年来变了，这个我讲啥？就个福建啊，家来真正一个福建啊，一个人一洗手，你叫人洗手，带去马来街要食饭了，你看到这个火箱贵，你看这个火箱要我12点了。我无半行嗰啲徛，過夜厝仔就是無夠點聲了，所以安怎做？伊安尼也要半規半下落好咧回上， and 伊要對開點聲就想 I have given to a hungry man and left myself hungry。最後尾到嘅時候，係咪？我保持一個回上，我自己拖無半行，我自己無通食，真正歡喜。一大量嘅心，出事大富，伊这个人出事天顶，了莫蘭全家看到伊天顶啊，莫蘭全家我就問，你做啥物好？人哋講，最後尾到我去想到，我去不到腰這個食飯，這個回想貴，我看到這個回想，突面得我無半行，咁咩我害我飯，叫講咁咩食，個電視走嘅監管是有，這個囡仔，啲個夜會。伊人整做，叫人家整做了9點聲，將人來做亂，所以這個人，這個目鏡正會摸呢啊，小家人摸，了有那個這個小唔能食這個菜， and then 伊看到這個會上啲行，本是要我12點，伊會看到你肚有無？會上開嘅眼去看看，哎呀，無半行，伊講問題。無用去別位了，你去別位對來袂赴了。你若是無險去險，我這個門凊彩接受結善我。咱來想看，會記號咧八行好嘅行，伊保持嘅時是多，伊知講有因果。結善我就是伊相信因果。結善我今日我出事巧是對啲道路，我真貴無保持。倘若你結善我接受我這個，伊保持，伊歡喜保持。With joy, somanasa tagatang, nyana sampai yutang, uti wikong siliw ingko, asang karikang, borang tai kaki, bante cap siwa sile, mtang lelaw, mtang siluk kipa wibe hulaw, sile tu si kong jinjang ulat, and sile gina si pun si tuati tinting, pun si mok lan jinjang mo ikon. Lu kaya di lai chut si tinting, ti kita lo lai, ikong posi si mok jinjang mo. 到這邊為止，到
话这个出事我袂了啊！就话偏讲8礼拜，特别今日是第8礼拜，就也袂结尾咯。若是讲咧，有人原谅我更较含慢。都讲我讲话真正咩，安尼个拖干咧哦，都希望有人后礼拜过来听，这出事也袂了，出事了了嘛就我啊，后礼拜出事我才了，然后佢落来谈香菇。人嘅香菇是对因果来，水无水，臭味人青咩，毒物啊，出去包嘢，对对到落来，唔是天公做嘅事，啊，搓手啊，弄卡手出来啊，出去嗰边吼，唔是因果来，他哋做把手嘅事，我手得嘅，啊是冇正做。佢講啲做嘅事啊，唔計下面咪夾啲浪住你，即係燒壞屋企。哎呀，咯，我係國哎呀，你彈住佢啊，唔是朗中，最做應該做啊，最錯啦，呢出事應該錯啦，呢出事都到這邊為止啊，咱回想啦，好唔好？一當你也啲能好做，就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o kita hontunya tayo.